今年咧，佢亦都轉咗揸呢個雪佛蘭嘅 Lassetti 嘅戰車㗎。咁其實要數嘅車手有好多喎，咁一陣間咧喺練習賽期間，如果有見到個車手嘅話咧，都可以逐一介紹㗎。因為正所謂咧，呢場比賽全部車手都應該係咧即係有成績㗎啦，已經或者已經贏過好多比賽先可以參加呢場比賽㗎。係啊，亦都累積咗唔少嘅經驗啊。咁或者過江龍車手方面咧，今年亦都有好幾位人。為路車咧就唔俾落 GT35啦。咁啊，所以佢咧亦都係轉咗翻嚟咧參加澳門電訊房車杯，亦都用一架性能好好嘅車啊，就係一個新款嘅雪佛蘭 Cruise 嘅戰車。咁啊，睇下佢跑出嚟嘅表現係點啦。係啊，佢喺上屆嗰個賽事裏邊咧，可以講咧就係成為咧好多人談話嘅對象，加上哇！你睇下幾犀利，幾好睇啊！佢能夠喺最尾起步。好啦，咁啊翻到嚟咧，計時點睇會唔會個時間又會有突破啦？咁啊，果然係快咗邱永才啊，就進步咗好多添啊，2分43秒578啦，比頭先個圈速快5秒㗎。咁啊，巴特華哥緊隨其後2分44秒484嘅，咁鄺海峰咧就2分46秒782㗎。咁其實陸續咧不斷，我哋會見到圈速會越嚟越有所進步㗎啦。咁啊喺時間咧仲剩翻30分鐘嘅情況下，你已經做到2分43咯喎，咁即係突破2分40啊！咁啊，今年香港紡織錦標賽咧就會分別喺呢個廣東國際賽車場同埋咧馬來西亞嘅雪邦國際賽車場度舉行㗎。咁啊，鄺海峰揸住呢部新車呢，就發揮得就相當之好啦。咁啊，贏得今年嘅香港紡織錦標賽總冠軍。咁啊，睇下呢，嚟到澳門嘅東望洋賽道可唔可以延續佢今年嘅強勢啦？咁啊，呢一部闖花嘅雪佛蘭好容易認嘅啫。如果你喺中段咧、中間先至出咧，咁變咗你想做快嘅時間咧，就真係幾難嘅。感覺上好似冇頭先 GT 杯咁密啊啲車。係啦，而家應該係距離疏啲，咁啊大家都有益，大家都可以做時間。一架跟住一架咧，根本咧就好難做到好嘅時間，唔係話唔得嘅，有啲高手都得嘅，就係照過你，過完你跟住又再快，見一架捉一架，咁都仲可以做到靚時間嘅，有啲高手就好啦，睇睇明就活躍喺呢好多時啲泛珠三角超級賽車節裏面嘅賽道英雄賽事咧，都會見到唐有喜去參加呢個比賽㗎啦。而家仲有10分鐘左右嚇，咁啊應該咧都可以夠呢啲車手咧係做多3個圈咁上下啦，三個圈咧應該就拉勻係嘛，4個圈就問水啲3個圈度咧就可以都睇下佢哋能夠可以做一個好嘅時間出嚟。畫面捕捉住澳門車手呂文輝㗎。呢個7號車啊！佢嘅成績咧都係暫時排喺呢個第14位度啦，又中規中矩啦，又唔算話太過突出嚇。咁啊，佢自己個人最快圈速就2分53秒742嘅。雅閣 CL7 嘅廠車㗎。柯良大銘近年其實喺無論喺香港或者中國大陸嘅比賽裏面都活躍㗎，都參加好多唔同嘅比賽。譬如中國港車錦標賽裏面咧，都一年佢都參加所謂成季嘅賽事嘅，都屬於一個好有經驗嘅車手啊。係啦，賽道上有黃旗嘅，因為咧有車停低咗喺度啊，咁啊都叫其他車手要注意啦。咁啊睇下北大華高呢個圈有冇機會咧，因為見到咧都幾暢通嘅，因為暫時嗰條路都冇乜車喺前面擋住。哇！其實北大華高揸得幾薄啊，睇見佢其中一邊倒後鏡咧就已經咧係笨埋咗嘅。攞到啲線位好盡啊，見到佢上路都。我巴達華高啊，就1999年咧就贏得呢個葡國杯冠軍啊，咁啊之後咧一路就
都參加過好多唔同嘅組別嘅比賽啦。咁啊曾經喺呢個財神酒店澳門香港國際賽咧，亦都喺2010年攞得過呢個亞軍嘅。咁啊，舊年就升翻上嚟跑呢個澳門電訊房車杯咁啊，好可惜就喺途中就發生咗意外，唔能夠完成賽事㗎。咁今年咧就加盤啦。冇錯啦，咁啊大會亦都出咗個呢一場練習賽嘅成績表啦。咁啊，哇頭8名佔咗7位香港車手喎，呢一場比賽真係香港車手佔優啊。咁唯一係得巴達華高咧就佔翻個第2位嘅啫。咁啊，至於日本車手成績最好就係黑木英春啦，就第12位啊。咁啊嚟自菲律賓嘅車手帕斯特就喺第14位啊。咁啊，呢一節嘅呢一個嘅電訊杯啊房車賽呢，到呢度為止啦。咁啊，當然呢，聽日呢仲有呢一個呢就正式嘅計時練習，我相信呢，即係上。